18樓 C 座。編劇烏鴉文，監製陳聰。輝仔想搵份筍工，係由金剛、朱雪梅、李錦、陳聰聯合播出。輝仔，咖啡啊，你嘅凍噶。哎呀，唔該晒啊，長嫂。唔該。大熱天時整杯凍咖啡，爽啊，真係。梗係爽啦！呢個大學生成個暑假差唔多日日凍喺周記度嘆冷氣，一啲貢獻都冇。咩？我一啲貢獻都冇。我日日嚟周記啊，就係貢獻俾你啦。如果唔係你賺乜啊？話你知。係。顧客永遠是對的，就算你幫襯我一杯金牌咖啡，喺度嘆7個鐘頭冷氣，都係啱嘅。多謝。你唔使俾說話我聽嘅，我話翻俾你知，我喺度打躉呢，就係將你客仔嘅平均年齡呢即刻拉低晒，令到周記冇咁老餅啊！你都未俾翻形象提升費過我啊！原來輝哥仔你個物底算盤仲醒過你啊！周老闆你真係，我直情甘拜下風添啦！喂，阿輝仔啊，點？暑假好似就快完啦噃，係咪？係啊，咁咪點啊？咁你仲唔去搵工？傻傻地啊你！點解要搵工啫？我都仲未畢業。仲未畢業啊！哎呀，死咯！咁你到底啊係讀啲咩課程嚟㗎？係咪研究太空穿梭機啊？吓，真係咁。喺大學咧係收學分制噶嘛，咁可以報讀唔同學科噶嘛。嗱，正所謂學海無涯，學多啲嘢咧，既可以充實自己，第日出嚟啊競爭力都大啲啊。係嘛？咁你到底想幾時畢業咁呢？點知你咁白做咩啫？你又唔係我阿媽，你咁緊張嚟做乜啫？咪係啦，真係皇帝唔急太監急。阿輝媽俾錢嗰個人嚟嘅，又唔係你。你個網婆啊！我係以阿輝媽嘅身份去問呢，我係以香港納稅人嘅身份去問佢啊！咩啊？又關你事？咁梗係關事啦！你知唔知啊？大學學費啊，係我哋嗰份稅嗰度有份津貼噶噃，都冇成你真係。嗱，即係咁啊，肥佬，你又唔使你算到咁盡嘅。嗱，正所謂咧就10年樹木，100年樹人。我啊冇諗過自己做偉人，所以咧就冇諗住咧讀100年嘅。不過咧我啊想做個對社會有貢獻嘅人，咁所以啊點都要讀翻個3、5、7年先得啦，係嘛？真係咁啊，其實咧社會對我嘅投資咧係超值嘅。我睇你唔係讀3、5、7年咁簡單喎，你分分鐘啊已經係咧3加5加7年咁耐啦噃。喂，你到底啊讀咗幾耐大學啊？喂，點噶你啊，肥佬啊，諗住同你傾兩嘴嘅啫，乜你仲煩過我阿媽噶？女人嘅年齡係秘密，可能對於阿輝仔嚟講啊，佢嘅大學學齡啊係佢嘅秘密咧。我係覺得咧，佢日日游手好閒，咁後生啊實在嘥咗啊嘛。輝仔，唔該你睇下你嘅同學仔啊，子欣啊。咩啊？喂，佢有家底噶，佢係周記啊做下暑期工，都會體驗下工作生涯啊嘛，係咪？咁點啊？你係咪想請埋我啊？你咁嘅款，我直情唔夠膽請你啊！你有冇子欣咁抵得諗先？咪就係你哋呢啲老闆啊，成日用抵得諗呢3個字咧嚟到剝削員工，特別係剝削我哋呢啲後生仔啊！唔信你問下長嫂喎。你咁講係真噶啦。老周人加班啊，凍身嗰陣咧就中意講呢3個字。原來你嘅衰仔啊喺度挑撥離間係嘛？咁頭先我講嗰啲係咪事實啊？就為你呢個後生仔練精學懶。想當年我哋個紅褲仔出身啊，由低做起，先至練就一身好武藝啫。哎呀，連阿拉表叔都成日咁講噶啦，今時唔同往日啦，肥佬仲成日喺度想當年。哎呀，輝哥仔，我睇下周老闆咧都係唔想你游手好閒嘅。做人啊，勤力啲啊，自然獲得人尊敬。所謂賤力得人敬，你睇下子欣啊。做事啊，樣樣都唔計較嘅，自然得上上下下嘅人尊敬嘅啦，係咪先？嗱，工作咧就唔係淨得體力勞動嘅。我最近咧睇咗套舊嘅港產片啊，
裏面許冠文呢就係咁講嘅。勤力會發達嘅咩？新界隻牛啊夠勤力啦，你唔去做隻牛咁啊？喂，咁我又唔幫你喎，輝仔。嗱，俗語都有話啦，力不到不為財啊嘛，呢個道理我都識啦。哎呀，秦嫂啊，咁勤力咧唔係一味靠鋪盲力噶嘛，嗱，有時咧要用下腦力啊，用腦嗰個力啊嘛。咩啫你？用腦？喂，你有咩吓？點啊你知唔知我依家咧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喺周記你呢度啊觀察緊人生百態啊，話你知。好嘢喎！你偷懶都有好多藉口噶噃，喺度發吽哣咧，你就話觀察緊人生百態啊？你估我吹水嘅咩吓？嗱，今朝咋嘛10點左右就有個男人咧踢住對人字拖入嚟，嗱，佢一面叫嘢食，一面同電話裏面嗰個老婆啊喺度拗頸咯。咁咪點先？喂，你都幾無聊啊吓！嗱，所以話你觀察力不足咯。嗰個男人啊，居然係着住對鴛鴦襪，再踢對人字拖落街。嗱，好明顯呢，佢就係唔夠瞓，兼匆匆忙忙啊走落街啦。嗱，咁點解會咁啊？要再分析啦，可能係佢工作壓力啊，令到佢冇覺好瞓呢。仲有啊，佢同個老婆喺電話度呢，為咗早餐啫嘛，食咩都嗌一餐。咁即係證明啊，佢同老婆嘅關係啊，應該係一個緊張嘅時期啦。嗱，又點解咁緊張呢？就可能因為生活逼人啦，係咪先？咁啊要反映起上嚟呢，可以係社會問題啊、婚姻問題啊，以至到家庭崗位問題嘅，好多嘢嘅。輝哥仔，好嘢！一個客人嚟到都俾你觀察到咁多嘢，同埋諗到咁多嘢。哇！你個觀察力同埋聯想力非常之強啊！阿當係你話好嘢嘅啫。呢啲啊叫做食飽飯等屎屙，吹水唔抹嘴啊！係啫，周老闆，吹水都可以係一項技能嚟啊！何況阿輝仔佢啊觀人於微喎，咁多嘢諗得到，話唔定佢係想做作家都唔定咧。咁又唔得喎！作家咧要揸筆揾食啊，唔啱我嘅。喂，咁你咁關心人哋嘅家事，咁係咪諗住想做社工咁啊？又唔得喎！嗱，關心家庭咧呢啲嘢，太細翳啊！我係關心緊成個社會，嗱，特別喺香港生活啊、工作環境啊、制度啊咁啦，樣嘢都有待改善噶嘛。嗱，所以話你哋知，我未來嘅職業志向咧就係服務香港市民。哇，講到咁偉大啊！你好似諗住做特首咁嘅款喎。我又冇咁大想頭，哎呀，呢個位啊要阿爺祝福啊先上到位噶嘛。嗱，所以如果你哋問我畢業想做啲咩咧，其實咧我一早已經諗好咗噶啦。係咩？我依家喺度咧等待時機嘅啫。輝哥仔，咁你諗住幾時出嚟工作啊？嗱，讀叔我計過噶啦，2025年啦，我應該會畢業出嚟咧，做我人生第一份工。哇！擇個時辰講下款喎，輝仔，乜嘢工咁犀利啊？我會出嚟參選立法會議員。我要從立法嘅角度去推動社會不斷完善咯。做立法會議員啊？喂，你咩新思蘿蔔皮啊你啊？咩啫？咪憑我嘅一份幹勁咯，同埋對社會嘅熱誠，仲有對民間嘅觀察咯咩啊？你留翻去做競選口號啦。不過唔好話我唔提醒你啊。我驚你冇乜號召力噃，到時票數唔夠咧，連押金都有人哋沒收啊！點啊？乜你咁冇信心噶？我唔係冇信心，係對你冇信心啫。咁你就同我定啊，話你知，距離依家仲有2年到時間啊嘛，咁可以慢慢部署策略嘅啫。嗱，以我喺周記接觸唔同階層同市民，再加上我深刻嘅觀察力，我喺區內嘅人氣咧，我相信唔會太差咯。喂，咁你阿輝哥仔咁有志氣係非常之好，不過係咪做咗區議員先至起步好啲咧？都唔區不過我比較中意咧，從立法層面咧去推進我哋嘅社會咯。衰仔，你講嚟講去啊，你係比較中意嗰份糧啫係嘛？呢個我又唔否認。不過我係最喜歡咧，係呢份工作嘅性質咯。我知啊，貪佢夠自由啊咧，可以開會表決嗰陣咧，唔使出席都得，係咪先啊？嗰班咁嘅立法會議員咧，真係豈有此理噶！
係今年24項立法會表決裏邊呢，有16項啊，竟然唔過全體50%議員出席喎。你話點解咧？點解咧嚇？係啊，你講起呢筆咧，當中有幾個議員啊，仲威水啊！有記者同佢哋就統計過噶啦，有個議員嘅表決率不足5%添啊，其中一個咧只有24次表決案，只係出現咗3次咁大把啊！真係呢班正式食塞米議員嚟啊！一個月鬥成10萬銀啊，仲未計其他嘅津貼啊！一年只係出席議會幾次啫喎，咁樣一年呢，又鬥求幾嘢咯喎！你唔可以咁樣話嗰幾位尊貴議員嘅，咩？佢哋好多啊都係專業人士嚟噶嘛，咁佢哋貴人善忘啦，要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啊，已經唔容易噶啦，咁咪更加證明咗啊佢哋幾咁認真咯。喂，何況就算佢哋咧唔出席個表決咧，都唔算違規嘅。喂，唔出席唔超過一半贊成都可以通過嘅，哇！呢個係乜嘢玩法嚟啊啫？啊！你梗係冇聽咧，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咧，裏邊嗰3個靚仔主持講解啦。喂，佢哋話政府嘅立法會規矩咧，冇話表決一定要超過半數先至通過嘅。喂，除非當場有議員呢要求主席記名點票啦，咁在場咧就要數人頭啦。咁而家咧個個都知啦，立法會冇晒反對派咯，其餘嗰班議員呢又好重視政府嘅施政效率嘅。咁冇人反對咯，使乜大費周章咁次次出席啊？哎呀，係就係咁話啫。立法會而家有90個議員啊嘛，如果大多數議案表決通過嗰陣，都係小貓3-4隻，哇！鏡頭影出嚟，哎呀，唔係幾好睇係嘛？咁咩叫好睇唔好睇啫？最緊要咧就係政府啲議案能夠有效率通過啫嘛。哇，係大學生。10劃都未有一撇，你做議員咋？你已經幫住口啦，吓？喂，肥佬，我幾時有幫口啫？頭先啊，我都係引述其中有個咧被統計出席率排尾二低嘅議員講嘅說話啫嘛。佢話嘅，自從完善咗立法會選舉制度之後，立法會運作良好，嗱，冇違規，冇拉布，冇流會，最重要咧就係立法效率好高，解決咗好多社會民生議題啊嘛。你都黐筋嘅。立法會議員啊，係市民嘅代議士啊嘛，即係要代市民議論，要質詢同埋監察政府噶嘛。如果立法會議員嘅存在啊，係為咗提高立法效率啊，我使鬼啊佢幫我哋把關啊？咧，嗰條貓茂你啊，仲牙斬斬話報道呢單嘢嘅記者大做文章，貶低新選制，要嗰啲記者。你哋唔好咁興住。喂，其實佢都係講咗好多議員嘅心聲啫嘛。既然立法會已經咁完善啦，政府施政又咁良好係嘛，咁佢哋咧咁無謂做攔路虎啦，咁咪留翻啲時間去做自己嘢咯。咁如果係自己咁多私人事務嘅，好心佢哋就唔好費神啊，去管公家事務啦。議員嗰啲人工啊，係我哋納稅人啲錢嚟噶。我非常同意你嘅講法喎，肥佬。點啊？所以咧，我都希望佢哋咧，不如專心發展自己嘅事業啦。咁呢啲咁費時間嘅工作咯，將來交俾我，交俾你咩啊？唔得，我絕對明白市民心聲。如果俾我做到立法會議員呢，我確保場場會議一定出席啊，跟住做一個忠誠嘅反對派咯。每次出場呢，一定準備充足問題，同政府官員呢有來有往。我話你知。輝哥仔喺立法會做反對派。冇乜好下場嘅啫喎！喂，你有冇聽書㗎，度叔？我頭先係話，我係準備緊做忠誠嘅反對派啊！議論嗰陣呢，個款啊，梗係要兇狠啲啦，係咪先？不過得我一把反對聲音呢，到最尾呢，其實都係會通過㗎嘛。咁至少呢，個立法過程就冇咁兒戲啊嘛。好嘢喎！你個衰仔啊，幫人做戲。你個肥佬你又冇聽書啦，唔係做戲。係交功課依家大家都係不滿嗰班議員啊，連反應都唔做下，即係好似咧冇打片咁啊，淨係靠個男主角咧打我，咁有鬼用咩？梗係要有啲對手啊，二打六啊咁，俾足啲反應啦，咁套戲先至好睇噶嘛。咁呢層咧你哋係放心，我拍過短片噶嘛，又玩過舞台劇。到時咧邊度有 camera 影住我咧，我一定交足戲噶。
唔會俾人影到我瞓覺咧咁唔專業嘅。你唔好喺度吹水啦你咪發夢啦！你有冇背景啊你啊？你有冇最強嘅後盾啊？有啊，咩冇啊？有。周記成班街坊係咪就係我最強嘅後盾咯？嗱，肥佬，我日日喺你周記嗰度登場噶喎，有邊個灣仔街坊我唔識我先？到時咧我要揾你幫忙站下台，我估你唔會托我手踭啩？就算我撐你場啊，你有咩殺食嘅政綱，嗰啲選民會選你啊？梗係有啦，我諗定添啦已經。嗱，我啊會高舉咧，議員5折出糧。缺席扣薪，哇！我估呢8隻字咧已經打動市民啦，係咪啊？喂！哎呀，5折出糧啊！你選立法會議員喎，居然要扣自己人工，哎呀，邊有咁笨㗎？咪係啦！喂，輝哥仔，你呢種想法咧，即係七傷拳啊！傷人兼傷自己個荷包啊，知唔知啊？唔係啊，喂，咁依家大家咧都覺得立法會議員嘅工作量同埋薪酬啊唔成正比啊嘛，咁佢哋依家人工，喂，閒閒地都10皮嘢嘅，即係俾咗我咧，5折我其實都收貨噶啦。哦，咁如果10皮嘢對折咧，你都有5皮嘢落袋噃，仲有實報實銷啊，助理啊，辦事處啊。對你呢啲大學生嚟講，唔止隨笨有精啊，你直頭執到啦！嗱，你唔好用錢咧嚟衡量我嘅價值啊吓！我咧係真心真意為人民服務嘅。哇！我一入嚟周記，有冇聽錯啊？我好少聽到阿輝仔咁有誠意同感性嘅表達噃。你信佢個衰仔啦，佢喺度做緊戲咋，大片咋？聽完阿輝仔你番解說啦吓，我唔懷疑你對呢一份工嘅誠意噃，不過呢份咁筍嘅工啦吓，你係咪咁易一注夾中咧？我係有啲保留啦。咁事在人為嘅啫。嗰班議員嘅出席表現啊，聽講西環都密切關注啊，跟住紛紛打電話問候，睇嚟又唔多高興咯。嗱，照咁睇咧，下一屆立法會選舉，好多唔積極參與開會嘅議員啊，睇怕都唔會得到祝福啦，係咪啊？喂，咁我呢啲咧熱血新秀係咪先？喺90個議席當中，喂，一個啫，我要一個啫，係咪有大有機會發圍先？哎呀，你咁有信心，我唔會潑你冷水嘅。不過咧，你夠唔夠愛國愛港先？你講啦。吓，要咁啊？係。咁咧，我啊建議最好啊一切量化咯，係咪先？嗱，不如咧就喺選舉嗰陣咧搞一個問答大賽。嗱，候選人咧就要就住愛國愛港啊，對祖國嘅認識啊，仲有當然要有國安嘅知識啦。跟住咧就進行搶答題。咁邊個夠愛國愛港，邊個最高分啊？咁啊一目了然啦，係咪先？阿輝哥仔，最怕你唔夠根正苗紅，嗰啲候選人答得快而準喎。其實啦，搵份準工咧唔使一定要從政嗰條路嘅。萬一唔得，其實仲有條路可以行嘅。不如報政府工啊！好多起薪點啊，都唔錯噶。哎呀，政府工啊，咁咧，我又唔係對政府工好有興趣咯。嗱，如果有份工俾你做到，阿周老闆以後對你啊必恭必敬啊，你啊肯唔肯制先？可以壓住阿肥佬啊？係咪咁有趣先？喂，咩工嚟噶？輝仔，你試下報食環署嘅環境滋擾調查員啦。佢專責調查食肆嘅環境衛生，蟲鼠滋擾，起薪點都有2萬蚊以上噶。第日啊，升埋衛生督察，我睇周老闆對你啊，哇，神咁拜啊！係咪？喂，好咯噃，寫個佬，我邊份得罪你先？你竟然串埋個大學生嚟搞我？起咁，正所謂朝上有人好做官啊嘛，話唔定阿輝仔唔係阿輝蛇啊，照住你咧，照住你啊！哎呀，我睇阿輝仔今日喺度發噏風，講嚟講去都係拖到2025年先至決定畢唔畢到業。佢呢招拖字訣咧，就係愛嚟坤阿輝媽就真嘅。係喎，黃牛，呢次係最精係你啦，最精係你啦。
68樓 C 座之輝仔想揾份筍工，經已播放完畢。即時大市走勢，整體嚟講，恒生指數嘅估值咧落翻19,000點嘅水平咧，都真係便宜嘅。即日熱門話題，今年我會睇好啲金融類股份嘅，第一梗係啲內銀股啦，第二就係內險股。逢星期1至5下晝2點至3點嘅人生交叉盤，陸叔陳永綠助你喺股票市場穩中求勝。1點